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吼，今仔日有真好的天气，前几天搁后礼拜，可能搁会较寒吼，大家来保重咱家己身体吼。咱搁有一寡会友搁伫咧路上吼，要来咱教会甲咱做阵敬拜上帝吼。咱即时嘛要开始咱今日礼拜，咱请黄牧师带咱那个礼拜进行祈祷。咱同齐来祈祷。哈利路亚，亲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主，阮感谢你，你个一摆用你神的呼召你众百姓来到主你施恩宝座前，主你来敬拜。阿爸，爸，阮的上帝，主，阮的心主亲像苦寒已经真久的残，阮需要主你的雨水个一摆润泽伫阮心田的中间。阿爸，爸，阮的上帝。阮每一个人拢是抱着遥个心来到这个所在，追求主你的话，追求主你的真理，也对主你话中间，阮通得到帮助。阿爸，爸，阮的上帝，我来恳求主你是阮帮赞，主来赏赐阮开力，互阮今仔日每一个侍奉人员，有主你圣神特别高我伫阮每一个人的中间。主无论是讲道的，无论是诗歌，无论是敬拜团，无论是阮的诗班，主阮拢恳求主你是阮帮赞阮，带阮到伫主你真亲密的所在。互阮伫个所在，甲你有亲密的交陪，也相识伫侍奉中间、敬拜中间，互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主帮助阮。互阮拜主这个时阵，就是甲主你个一摆当头对面，主啊帮助阮。互阮用恭敬的心，互阮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领受主你圣神的教导。阮伫你面前安尼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真水的天气，嘛真水的教堂。希望咱拢带着真水的心来到上帝面前。伫咱礼拜台升，咱做伙来练今仔日的圣诗。请咱献开圣诗38首，学乐全能的主上帝。咱唱第1节甲第2节就好。无路全能的主上帝，作华的大君王，以罪力打开那拯救，你着落尊重，着基的路，着真圣地，甲我当心欢喜清赞。第2节。罗罗马路的主上帝，愿你实在记忆，保护照顾你袂受害。愿着的祝福气，你叫无狂，心内所希望的事，照伊命令得着收束。好，咱搁来献开圣诗474首，举目来看天边圣山。咱共款先来唱第1节。也归拢总算。
来唱第一站。夜望来看，地北星山，夜过龙总山岭，天高徛在是为堂光，万国拢归主名。咱拢希望伫咱的人生中，每一天拢足平顺的，但是伫咱的生命中，总是有足侪艰难甲挑战。就亲像风雨甲大海，互咱无法度去料想。咱只有信靠，上帝，才有快乐、信心甲平安。因为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后面这条歌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进前有会友讲足好听、足感动的，咱今仔日就来唱这条。阮是咱的生命亲像风，阮是咱的生命亲像风，阮是阮的生命亲像山，阮是阮的生命亲像海，春去秋来，花开花谢，风雨甲艰苦总是会过去。春去秋来，花开花谢，美丽甲青春全部亲像云。拢是生命的色彩，风雨甲大海，拢是上帝的主宰。这是上帝的色彩，不通来忘记。只要向前行，不免惊吓。这是上帝的色彩，不通来忘记。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对头，过来唱一摆。有时咱的生命亲像风，有时咱的生命亲像风，有时咱的生命亲像山，有时咱的生命亲像海。春去秋来，花开花谢，美丽甲艰苦总是会过去。春去秋来，花开花谢，美丽甲青春全部亲像云。风雨甲大海，拢是生命的色彩。
向前行，不免惊吓。这是上帝色彩，不通来冤罪。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风雨甲大海，拢是生命的色彩。风雨甲大海，拢是上帝的主宰。这是上帝的色彩，不通来冤罪。只要向前行，不免惊吓。这是上帝的色彩，不通来冤罪。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请咱安静咱的心，进入礼拜。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就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
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请咱三个吟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38首，圣诗第38首，学了全能的主上帝。学了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快乐，拯救你，就学了尊重。听见的人，就进入伊的圣殿，甲我同心欢喜称赞。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自在。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这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角来启用。那么启用文第6章，启用文第6篇，也就是诗篇16篇。圣诗后壁启用文第6，也是诗篇16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迄对别来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唔参与因的献祭。
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阮伫天父阿爸爸上帝，我要感谢你，你的平安搁一摆临到阮的中间。伫清早时，主，阮也来见你的面，阮也来听你的声，阮来搁一摆组织伫你的圣殿，用心灵来敬拜你。主，你是公义的主。你要用公义审判全地，公义甲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你要为着受屈的伸冤，主，你是疼痛的主，你为着阮钉伫十字架顶，洗清阮的罪。主，求你赦免阮的过失，通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甲你相拄。主，伫这个男神纪念主日，我们特别为着新人院的事工来献上阮的祈求。150年前，你有差派安国国医生甲巴克利牧师来到台湾的所在设立新学校。成做台湾福音讲团的重要地基。主，伫这个时，求你的手，搁亲自一届带领因，祝福满满伫台南新学院的事工。主，阮也要特别为着阮的女传道献上阮的祈祷。主，阮感谢你，互伊有婚姻来成。阮也要求主，搁一届，阮将因的婚姻交代伫主你的手头。因伫少年的时，就奉献要做主你的工。求主你祝福因伫因的新的生活，也求主祝福伫因的侍奉。主，阮也要特别将阮教会逐项事工交托伫主你的手头。无论过偌节的活动，8月2班的开设，双联妇女团契的春游，也是各国团契的事工，拢求主带领。特别，阮也要将今日的讲台黄牧师交托伫主。求主互伊开拓对天而来的道理，互大家拢得到利益。这时，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的名来求，阿门。
圣经，咱来看下啲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10章35节到39节，伫新约258页。希伯来书10章35节到39节。所以无得气杀恁好胆的心，因为这有大报赏。恁要紧着吞忍，互恁已经行上帝的旨意，后来通受所应允的。因为点仔久，骨若定，迄个得要来的要到，伊无要延长。若是我的义人要对神来活，世事又救亏，我的心无欢喜伊。总是，咱毋是救亏抵到沉沦的，是有信抵到灵魂得救的。这是现实，请先挂队。
请黄灿健牧师。请这大家平安。感谢最稳定透过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给我有机会通来文山教会甲咱正中就正兄弟姊妹来分享上帝话。咱对家己的信念，咱唔通想过头固执。有当时，咱会超过咱对上帝的威信。有一寡代志可能是咱意志顶面咱无想要做，总是有可能这是上帝的旨意。有史以来上届无固执的，就是耶稣基督。总是对天父上帝的旨意是永远的固执。所以基督徒应该固执的，毋是咱的原则，咱应该固执的是圣神踮伫咱内面迄款的使命。圣神踮伫咱内面的时，会引出咱头前的路站。安尼，咱才会不断对上帝的心意会当更加侪了解较清楚。为主点光，为主大发一心，非常简单。总是要对主持守坚固，确实真困难。因为只要你若对主忠心，伫咱的侍奉中间，伫咱的生活中间，拢会拄到侪灾难的事。假使你若为主忠心，上帝就会真奇妙，将你款属灵的骄傲，真自然就甲你带落来。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人，我们很受不了。一种叫做非常不属灵的人，一种叫做非常属灵的人。你有发现，这个鼓励差真大。不属灵的人，伊所过是家己的生活，伫伊身上看袂到上帝的款式。真属灵的人常常看到属灵的款式，总是咱嘛发现没有人味。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嘛爱有人味，嘛有上帝味。咱袂当敢若有上帝味，无人的气味；咱嘛袂使敢若有人的气味，无上帝味。咱同齐来祈祷。亲爱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伫教会生活中间，阮恳求主你搁一摆来帮助阮。主啊，阮搁一摆每一个时刻，拢会通好好来省察。毋管阮怎样性格，阮拢是一个人；毋管阮怎样能力怎样好，阮嘛爱幸福伫主你手下。主上帝，阮恳求主你也特别来怜悯阮。阮常常为着日常生活伫咧所在咧度日，你甲阮看见生活，看见环境，阮无看到你。主啊，求你施恩，求你搁一摆怜悯阮。阮也感谢你，你搁一摆呼召你成的百姓来到主你面前。有真侪代志，阮需要学习；有真侪代志，阮需要继续往前来迈进。愿主你施恩帮助，调整阮的心，调整阮的灵，调整阮的生活。在你面前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0章，伊咧鼓励基督徒几项代志，特别是基督徒面对外在压迫、甲侪困难的时，要怎样来持守信仰甲信心，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经文内面提醒咱几项代志。第一项，耶稣基督伊是永远的祭司，伊是大祭司，伊家己嘛真做永远的祭司。伊拄起了咱世间所有一切人的罪，包括早前的，包括现在，包括未来的罪，拢总会通得到赦免。所以咱通坦然无惊来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咱每一个基督徒会通来到上帝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咱一切罪过，咱通坦然无惊。第二项，伫教会发生困难的时，特别无论是教会内面、教会外面有大纷争的时，犹原爱持守信心，毋通停止聚会。咱在外在压迫咱的时阵，咱无想要聚会；咱内部的气氛若无好的时阵，咱嘛无想要聚会。希伯来书甲咱讲一个非常要紧的秘诀是啥物？咱是一个信仰团体，咱得爱彼此相顾，咱得爱结发听信。这是希伯来书咧甲咱讲，
教会基督徒的生活。第三项，唔通故意犯罪，因为申冤在伫上帝。有当时人歹款待咱的时阵，咱嘛想讲要用歹去款待别人。申冤在伫上帝，上帝的确会审判。伫教会内面，咱常常爱讲，上帝是听的上帝。总是咱教会开咧讲是啥物？咱的上帝嘛是就是审判的上帝。所以咱教会常常咧讲听的时阵，好像上帝是一个溺爱的上帝。上帝敢若亲像无公义的款式，其实上帝是审判的主。落伫上帝审判的手中是非常可怕的代志。我毋知咱伫信仰内面有一款的体会也无。第四项，伫生活困苦艰难的日子，的确着爱吞忍。艰难日子中间爱忍耐，因为义人的确要因为信来得到我。所以今仔日咱要透过几节的经文来分享一个题目：忍耐的人有福气。忍耐的人有福气。甲你隔壁即讲，忍耐的人有福气。忍耐的人有福气。第一项，伫上帝面前爱忍耐，请咱对我讲，伫上帝面前爱忍耐。咱看见无论是动物，无论是人，也是植物，咱要经营事业，要成长，追求学问，咱拢是物？咱拢需要时间。毋但爱时间，而且爱克服侪困难，咱才会通看见成果。这一切拢是爱什物？爱有耐心。所以特别伫咱人格甲属灵成长的道路顶面，有当时伫信仰的路线中间，咱拢会经历什物？灰心甲失志。为什么教会哪会安尼？为什么我所看当迄个属灵人他会安尼？百思不解。伫信仰路线中间，咱未免有侪灰心的代志。咱得克服这困难，咱的确无放弃，所以咱就需要耐心。因为咱伫上帝面前，咱嘛爱有吞忍的心，因为上帝毋捌有着急。我讲一摆，咱伫上帝面前，咱犹原爱吞忍，因为上帝从来袂捌着急。人有诚侪着急，有诚侪兄弟姊妹甲我讲牧师啊，我祈祷困难无上帝当时要甲我解决，上帝无解决，无你要安怎？你只能够忍耐，不然能怎么办？咱看见亚伯拉罕75岁时阵，上帝要应允互伊囝，这应允成就偌久的时间？25年久的时间。用人来看，愈侪岁咧生育是愈来愈困难的代志。总是上帝的时间就是安尼，你就是要听候25年。听候的时间是非常困难的代志。那么看见摩西40岁时阵走到米甸的旷野。伫个所在听候40年久的磨练，80岁时，上帝才呼召伊。上帝使用一个人，毋是用伊上界车花的时阵，上界有名声、上界有地位、上界有关系的时阵，是用伊顾40年的羊群。咱可能想讲，顾羊甲带伊死的百姓到底有甚物款的关系？总是上帝陪伴的时间，就是40年久的磨练。上帝才呼召摩西，成做以色列的领袖。咱嘛看见约瑟伫波提乏的家庭中间，打拼10年久的时间，煞接3年，是关伫家国的内面。听候13年，才成做埃及的宰相。教国书5章11安尼讲，遐个早前吞忍的人，咱称伊是有福气的。咱嘛听见约伯的吞忍，也知影主予伊的结局，明显是主。满心的怜悯，佮大有慈悲。咱若读旧约，咱就知影约伯的一生，伊敬拜上帝，敬畏上帝。上帝嘛真夸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义人。伊的确袂背叛我，总是咱看见这个义人开始遭受侪困难。当逐项拢总无了，身躯破洞边的时，讲伊的朋友安尼找伊，找真久的时间，讲袂认得伊啦，因为伊破病。人消散落目，剩下皮包骨。佮煞只，这个朋友毋是甲伊安慰，所讲的话拢是刺激伊的话，早前毋敢问的话，即马拢咧问。你即摆食落水，可能就是你犯罪。较早荣华富贵的时阵，无人敢讲你有犯罪。然后甲伊讲，是毋是恁囝犯罪？这个代志嘛，无人敢甲伊讲。若无就是你得失上帝，
遮个较早拢无人敢家问的话，即马大家拢会家问。所以，亲爱的姊妹，咱看见信仰的这条路程中间，咱咧好过的时阵，咱咧兴旺的时阵，无人敢对咱有质疑。总是当咱咧落册的时阵，咱会发现，至亲的朋友对咱的性命、对咱的生活、对咱的品格、对咱的道德生活，拢有一寡疑问。忍耐人最后会通得到福气的结局，忍耐的结果是得到福分。所以兄弟姊妹，咱忍耐当时，上帝什么用慈悲、用怜悯也来监察咱。约伯咧受苦，上帝敢无看见吗？约伯咧受折磨的时阵，上帝敢唔知影吗？上帝逐项拢总知影，总是忍耐到最后结果，上帝所想赐予伊的，拢总是加倍。上帝用吞忍、甲磨练，当作咱属灵生命迄款的成长。就今仔日咱所唱的诗歌中间，大风大雨是上帝给咱的色彩。也透过大风大雨，才真正会通磨练咱，看见咱的吞忍。大风大雨正做咱属灵成长的基础。甲古书第1章20到40节，我的兄弟啊，恁着伫百般的试炼中间，拢爱掠做大欢喜，因为你信心经过试炼了后，就会生出吞忍。但是吞忍也得爱成功，互恁生存、招庇拢无欠缺。上帝要透过吞忍，要操练咱，互咱通得到完全。当咱久长吞忍的时阵，咱才会通进入到伫天国。有当时咱会想讲，若信主几工吼，亲像迄受定的贼，我随时信主，随时什么，随时上天堂，迄毋知要偌好。总实际上，咱信耶稣了后，却毋是安尼。咱真侪人拢介意什么？拢介意亲像保罗安尼吼，摔落马骹了后，起来哇，变做一个无共款的人。咱期待即款的神迹发生，总是圣经嘛，佫甲咱讲什么？讲伊的囝，属灵的囝，提摩太。提摩太的信仰是安怎来？是透过阿嬷。落伊透过伊的老母幼年期安尼栽培信仰，这才是正常的，阿妹吗？所以兄弟姊妹，咱毋通期待讲我摔落什么坎坷了后吼，我才变一个即款的人。是咱迄款的信仰，是从生活中间咱所栽培出来，这才是正常的。假使你来食一款水果，讲我即个水果吼是今仔种，然后一礼拜吼你就当食，迄款水果一定掺药啊，对毋对？安尼咱敢要食？可能食了，可能一寡副作用拢总会走出来。吞忍是要帮助咱，特别咱看见咱信耶稣了后，属灵的成长的路程还佫真长。真侪时阵，咱会拄着吊打；真侪时阵，咱会拄着挫折。有当时，咱会经历迄款火热；有当时，咱嘛会经历冷心甲倒退；有当时，咱会经历咱大发热心。有时，咱嘛感觉咱会笨蛋，兄弟姊妹，这拢是正常的。甲你隔壁说讲，这拢是正常的。只有吞忍到底的人，才真正会通进入到天国的所在。除了对上帝爱吞忍以外，第二项对家己爱吞忍，请咱对我讲啊，对家己爱吞忍，对家己爱吞忍。我看见兄弟姊妹。很多人不能接受自己。我无输啊，我记伫遮歹，我对5楼行到1楼才发现讲吼，我啥物物件无值，佫等于5楼一摆，佫落来一摆，哦，足忝的代志。我不能接受我自己。我讲啊，无你要安怎？爱到你啊，无要安怎？有当时，咱对惯势的改变。毋是一帮年久，还是讲一暗爬起来就随时会改变。所以经过足侪只努力，甲侪侪奋斗，有当时咱下定决心，无论安怎，我明仔载开始要学什么，总是你会发现无偌久了后，随个消风失动。所以腓立比书3章14节安尼讲，咱着按着标杆直直走，要得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爱咱得到的奖赏。
意思是讲，假使咱生命中间、咱的生活中间，咱也无目标，那安尼咱无法度通吞论。也只有咱生活中间，咱有一个目标，咱持续对这个目标，安尼才有可能改变咱家己。有当时，咱真正要改变的时阵，旁边的人冷嘲热讽。特别咱讲要改酒、改婚、改跋筊、改什么，改足济要改足济。有当时咱下定决心，总是拢改袂成功，为着什么？为着庆祝吼改酒1个月，所以过来啉酒庆祝一下。在改变的过程中间，一人甲咱踢球，敢毋是安尼吗？你为什么那么没有恒心？为什么那么没有毅力？兄弟姊妹，改变环境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圣经甲咱讲有一种快乐叫做最终之乐。就为什么人要犯罪？为什么囡仔拍3C、拍电动、拍到无闲无日？里面有快乐啊！你无咧拍的人毋知啊。到这最终之乐了的时阵，要改变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所以看见一个要改变人是遐尼啊痛苦。这款的痛苦，甲亲像咧解毒同款。要改的时阵，好像哪一条筋不对了；要改的时阵，敢若哪个方面是空虚的。这是咱无的人袂通去经历的。假使咱人生中间，咱要改变一个惯势，假使你若努力过，你若奋斗过，迄个过程我相信你知影。总是圣经甲咱讲，咱继续往着标杆直直走。这走过程中间，咱未免有失败，未免有一人甲咱踢笑。总是咱迄个努力，迄个过程，上帝知影。有当时咱咧吞论真济这委屈甲苦楚，有当时咱有人冤枉，安怎讲拢讲袂清楚，因为我们讲的话别人不相信。有当时咱亲子中间嘛是安尼，你若去学校放误会，偷摕同学的物件。不管囡仔安怎讲，是大人有感觉讲，我饲囡仔应该袂使安尼做，所以一定什么逼囡仔认罪。我小时候就这样被逼过。真侪时阵，人生的路程中间有侪委屈，你无话可说。有当时嘛真无奈，弟弟犯错要打哥哥姐姐，感觉这哥哥姐姐足衰。老爸咧拍的时阵，弟弟妹妹佫算会，咱可能拍一个，弟弟妹妹讲你拍一个，我拍5个，爸爸你无公平。诗篇37篇第70到第90安尼讲你着静静听候耶和华，你耐心来听候伊，毋通因为遐个道路通达的，伫咧所在心怀不平。你得要停止受气，离开愤怒，毋通心怀不平，递到你最歹，因为最歹互监督，也只有独独听候耶和华上帝，要承接土地。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感觉别人闯红灯也无代志，别人超速也无代志，别人违规拢无代志，为什么我违规就去互翕相？最近我嘛去互翕一张，心中会很不平呢。安那不平，你敢知？我嘛要来共翕相。我相信，迄个共翕相的人是啥物？应该受到伤害，所以感觉啊，我要主持公义，我嘛要来共翕相。总是另外一个想法，真侪人拢是艰苦人，违规大家加减下，只要不是撞到人，不要出人命。为什么？不爱互别人好好过日子。牧师不是鼓励你无守法，牧师是讲，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让别人有一点方便。做一个基督徒爱有度量，人甲咱翕的时阵，咱无一定爱甲别人翕相。有时候可能他是泄恨，所以圣经甲咱讲了非常有道理，讲毋通为着什么，为着遐个代志伫咧所在受气。真侪人骑车违规闯红灯，也无拄拄警察来甲开红单，也无拄拄人甲检举。所以咱心中抱着这款的愤怒的时阵，咱会真不平。
那要安怎？咱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甲上帝讲上帝啊，我的情绪受伤害，然后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法国铁家卢梭安尼讲，吞忍是痛苦的，总是果子是甘甜的。迄个吞忍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要吞落去非常的辛苦，总是的果子是甘甜的。忍耐过程有真侪痛苦，这个痛苦了后就是好的结局。忍受百般才会见效试炼，就亲像敢若咧试珍珠的过程。咱要爱好的珍珠，咱无爱迄个化学的，咱爱什么？爱款天然的。但天然的珍珠是安怎来？天然的珍珠就是人饲了大贝壳、大蚌，足大只的。然后，迄饲大蚌呢，足厚的吼，怎样用刀啊甲挂一个，然后将沙甲放在内底。这大蚌很不舒服，足袂爽快，袂爽快要安怎？迄粒沙赶袂出去要安怎？只好安那用分泌，一直分泌，了后被人食做珍珠。迄个珍珠是安怎来？咱刮哦可能真水，迄个珍珠是啥物？有人吞忍，咱才会通得到这款的珍珠。吞忍是咱伫咧所在无目标。放伫咱的心内，真济不平，咱放伫咱的心内，耿耿于怀。那安尼，咱无法度通结出好的果子。咱若是伫吞忍的中间，咱的心存愿望。我相信咱每一个做父母的，为什么欢喜甲囡仔饲起来？人嘛甲咱讲，这饲囡仔以后无一定会有效，搁要分你的财产。安尼敢要饲？饲囡仔过程中间、成长过程中间，咱做父母人爱有偌济吞忍？咱咧搁陪囡仔成长。所以，咱看即摆少年人真巧，不分不生不养的。人有愿望，因有梦想，所以咱才会继续做这个代志。所以，咱若无愿望，就等于死亡。咱有基督的愿望，咱就世间人无法度通甲咱抢去迄款的欢喜。有当时咱讲互这囡仔，啊，毋知要哪饲甲会大汉。有人可能一罐直食去，业主愈换愈大地。有当时到青少年时，佫话要叫气死。要结婚，佫大家烦恼，啊，结婚的对象到底是安怎？结婚了后，毋是安尼就煞呢？生囡仔咱大家佫要照顾呢？这时大人有这样一个吞忍，总是心中有一个愿望。咱看见阿公阿嬷，讲啊，你做阿公阿嬷啥物感受？讲毋知，都听着叫阿公阿嬷就足爽快。啊，你姊妹，伫咧吞忍过程中间，别人看敢若亲像辛苦，总是咱有一个愿望的时阵，咱就苦会起。阿妹嘛，愿上帝帮助咱，咱拄着苦闷的代志时。咱在仰望耶稣十字架，耶稣承担所有的吞忍。我有一个姊妹，伊甲我讲，牧师，迄生囝真艰苦呢。我讲，嘿，我知影真艰苦，但是我无当体会，因为我无生过囝。啊，生囝也毋是我的专利，是你们女生的专利。伊讲吼，我看见吼，啊隔壁的吼，啊生囝真艰苦，啊所以吼，伊就煮肉食。啊，我这个体质也袂当煮肉食。我讲啊，你要安怎？我就甲上帝祈祷啊，上帝祈祷吼，互我莫疼安尼吼。啊，敢真正袂疼，嘛是真疼。我讲啊，真疼要安怎？我就想圣经啊，我就想讲吼，耶稣受钉十字架足疼，所以我就一直想耶稣足疼，一直想耶稣足疼。耶稣疼到死，但是吼，我疼到死还佫一个囝呢，我比耶稣较好呢。所以，亲爱的姊妹。当咱拄着真侪困难的时阵，咱感觉咱无法度吞忍的时阵，咱爱想迄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咱就通赢过一切，咱就通吞忍。第三项，属灵成长爱吞忍，请对我讲吼，属灵成长爱吞忍，属灵成长爱吞忍。
咱的灵命要成长，咱嘛爱吞忍。敢若亲像什么？敢若亲像做事人爱听候迄个农作物的成长。我牧师娘，伊老爸互伊200平的土地种田，迄田地。我牧师娘讲，半年无去尔吼，变荒郊野地。你知影我做事人吼，原来也无简单。讲个草吼一定熬过一定，一过熬过一定，安尼吼。亲像迄做事人遐尔吞忍，灵命毋是一个手就会变好，写一句话深。我告诉5章7节安尼到8节安尼讲，兄弟啊，恁着吞忍，直到主过来。看，做事人因着吞忍，听候第二出宝贵的土产，爱听候春雨甲秋雨，恁也着吞忍，坚固恁的心，因为主要来日子已经近啦。作者咧甲咱讲，咱爱学习迄个吞忍，吞忍什么？上帝降落春雨甲秋雨，水源无够的时阵，就是需要上帝所降落的春雨甲秋雨，咱就必须爱吞忍。咱若明白上帝话，甲圣神三角同行，咱需要耐心。咱无法度随明白上帝话，总是当咱常常读经、祈祷、默想的时阵，你若肯感谢。上帝话慢慢就会藏伫咱心内。有当时，遐弟姊妹拢常常甲我问讲：牧师啊，我要做生意，牧师啊，我要做什么代志？爱祈祷偌久？遐弟姊妹，咱要安怎用？传道你安怎用？若回有甲你问讲吼，我这样代志要祈祷偌久？你安怎甲伊用？爱忍耐。咱标准答案就是什么？祈祷吼，你心平安才去做，敢毋是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也免问你牧师啦，你问我就知啊吼。什么时阵祈祷到什么时阵，祈祷到你的心平安。其实咱常常祈祷的时阵，上帝的心就藏伫你内面。上帝要甲你讲，你随去做，也是毋去做。有当时上帝应允很奇妙。若讲要祝福吼，我相信咱大家拢举手。若讲要咧传福音吼，我相信真侪人手放落，敢毋是安尼吗？我过来考虑看觅咧。祝福我们都要，上帝的呼召我们不一定要。假使咱未明白上帝心意的时阵，咱无法度踏出脚步。所以圣是毋是今仔随甲你讲，你爱做这，你爱做迄，你爱温困祈祷，持续一段时间了后，圣神伫你内面不断地做工，不断地做工，然后你就会产生迄款爱去做的念头。只要凡事咱的吞忍，是非善恶自然就会显明。告诉咱啊，无法度通吞忍，很多时候我们急躁没有办法带来改变。人民成长常常爱属灵的警醒。彼得前书5章8节到10节，讲你着常常警醒，因为你对敌魔鬼亲像吼叫的狮，遍地行游，要吞食遐无信心的人。所以恁得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伊，因为恁知影，甲这当前的正兄弟，因常常咧经历这款的苦难。啊，弟姊妹，有当时你会感觉，咱基督徒受试炼的机会非常的多。看到别人好的时阵，咱会怨妒袂；看到别人得到好处的时阵，咱会想要跟对无？魔鬼亲像海狮，不时咧吞食遐无信心的人。所以兄弟姊妹，咱毋通互魔鬼踮伫咱的心中上久，爱随时抵挡伊。有真侪人袂晓抵挡，迄个魔鬼常常占据在你的脑海里面。所以有当时，咱就变成做忧郁症；有当时，咱就躁郁症，是咱无将咱这个思想搁一摆来改换。那种撒旦给咱跌到尾啊，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忧郁症。所以咱在抵挡魔鬼，所以每一天早起来的时阵，爱奉耶稣的名，爱谴责迄个拿撒咱，亲近上帝。迄个互咱伫生活中间袂开挖遐黑暗的关系，奉耶稣的名拢总爱斩断。然后暗时要困的时阵，奉主耶稣的名，
遐附伫我身上，遮个无好念头，遮个虚恶，遮个邪恶的邪灵，拢总离开我。奉耶稣的名，谴责遐压制我的心灵得到自由的邪灵离开。那安尼邪灵就会离开咱。如果咱也袂晓抵挡，撒旦魔鬼就继续来压制咱，互咱生活感觉非常的痛苦，互咱的生活混乱，然后咱会过这个挂虑甲灰心的生活。所以咱得不断抵挡魔鬼伫咱头脑内面，伫咱心灵内面不断地对咱讲话，爱拄起这个。知影毋对的时阵，甲上帝治不好的时阵，咱就随时爱抵挡。第四项，伫服侍顶面爱吞论，请对我讲，伫服侍顶面爱吞论，来，伫服侍顶面爱吞论。这特别是要对咱教会同工所讲的。毋管你担当什么款的职务，请你一定爱吞论。有当时咱真认真服侍，总是有人会晓感谢，有人袂晓感谢。有当时咱就拄到无诚实的会友，佫会甲咱嫌，佫会伤害咱，所以咱无想要继续服侍。咱教会有爱餐无？有吼，爱餐有吼。我咧讲阮教会，毋是讲恁教会哦吼。阮逐摆若爱餐的时阵哦，拢有一个兄弟姊妹吼，要赶紧走吼，要紧包啦吼。包毋是包家己，佫煞着佫包因兜的人呢。你们回报，伊佫会受气呢。所以真侪在煮饭讲牧师，我无爱煮啊。做到要死，恁就通伫个所在自由敬拜。伫遐礼拜，我伫灶骹袂到要死。200-300人要食饭，若无通食的时阵，我责任偌重呢？压力这么大，佫爱红咩？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有人会感谢，有人袂晓感谢。伫咱教会内面，咱有真济遮无成熟的，兄弟姊妹，咱爱真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给人方便，不是图自己方便。我看有一寡人拍菜的时阵，嘛讲这我无爱，迄我无爱，这较济，迄较少咧安尼。因为安尼，咱伫个所在蹲定，所以真济后壁人伫个所在咧排队。我嘛看真侪同工服侍非常的认真，总是无看到好的果效的时阵，然后伊感觉足无成就感，伊就无想要服侍。我毋知咱中间有即款的人啊无？有人捌甲我讲，牧师啊，我这年中间我一定要大发热心要侍奉上帝。我相信我经过一年认真了后，咱教会就会大复兴。鬼拍到才会复兴。咱兄弟姊妹，伫教会中间生活遮尔久，毋是你一人复兴，就代表教会拢总复兴，阿免吗？毋是一人大发热心，大家拢爱对你大发热心。咱别人大发热心的时候，你去外口咧吃我宴乐，你一年来就讲随便复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复兴若遐尼简单，牧师毋免逐礼拜拢徛讲台。因为咱的生命要不断培养。因为咱一个人大发复兴、大发热心了后，整个教会就会带来复兴。我们不要有这样的迷失。上帝，咱每一个人热心的时间拢无共款。有当时这个人热心，有当时这个人灵心倒退，有当时这个人起来，迄个人倒落去。上帝就这么奇妙。我常常看见迄个大发热心一年的人安怎热心了，感觉事工无过效，到要安怎？落跑啊！我大发热心，为什么大家人这么冷淡？落跑啊！所以兄弟姊妹，伫咱信仰的生活中间，咱的事工、咱的侍奉，毋是100公尺的，是马拉松的。其实也要安慰咱的同工，毋是每一个侍奉者，伊所侍奉的，拢有好的成果。假使你若读保罗使徒行传的时阵，你会感受到迄款的快乐，你会感受到迄款的感动。
敢若亲像保罗去到什么款的所在，传福音拢会通什么，拢会通带来整个城市的翻转。咱所看到拢是这。做兄弟姊妹，其实圣经内面，保罗伊拄着一个非常大的失败。伊充满传扬福音的热情，伊伫帖撒罗尼迦第一所在传福音是失败。一日，这犹太人反对伊，佮结到外口才会匪类来诽谤。伊退到比利亚的所在，比利亚离帖撒罗尼迦离65公里，遐个人的游园继续用65公里，毋是坐车呢，有可能行路，嘛有可能骑马、骑驴啊。骑65公里，继续什么来逼迫传扬福音，所以保罗无法度啊，只有什么退到雅典的所在。所以就看见讲雅典，伊甲遐个约瑟人伫个所在咧讲话。咱么看见摩西嘛真拼，拼到什么？拼到一个坎站，甲上帝讲：上帝，我死死的较快我。啊，你即摆人读着这段无？即群百姓袂晓感谢，敢若埋怨上帝，我死死的较快我。咱伫什么时阵，咱感觉咱咧吞忍会友，其实会友嘛真吞忍咱呢，阿妹嘛，我讲着恁的心声无？咱做代志真认真真冲，有当时咱变成做压迫兄弟姊妹。你感觉你咧忍受兄弟姊妹，其实兄弟姊妹嘛咧忍受咱遮个同工。咱看见摩西。摩西真拼，拼到尾也甲上帝求死。我相信以色列百姓嘛有话通讲：我摩西，你搞什么？进到旷野40年，我孩子，我进到第1年，我孩子已经39岁了，现在还在旷野这边逛，那到底是逛什么？牛奶与蜜到底在哪里？回有安尼讲未啊？阮囝对出世已经39岁啊呢。啊，摩西你甲我讲，啊，上帝牛奶与蜜到底在哪里？摩西有怨言，这军队人敢无怨言吗？这百姓敢袂甲摩西讲？啊，上帝的应许到底在哪里？40年了，到底上帝的应许在哪里？40年有够久啊吧？屯有够久啊吧？还在这边逛。摩西嘛讲，我也不知道。兄弟姊妹。所以，恁莫问恁牧师，敢问恁团队讲，牧师，咱什么时阵教会咱的福音？不用问了。福音是上帝的时间，摩西嘛唔知，伊干来通甲伊百姓讲什么？我只看上帝的云柱跟火柱，阿门吗？上帝带咱遮，咱就是遮；上帝若带咱出去，咱就是出去。这是摩西会通应答伊所带领遮以色列百姓。有当时我感觉咱的同工真冲真拼，感觉代志就是安尼。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带到一个坎站顺带你什么？为什么我的同工？为什么咱的兄弟姊妹无爱对？为什么因的想法拢甲我无共款？所以咱做领袖的，咱做同工的也爱吞忍，因为咱兄弟姊妹真吞忍咱。大家到受张文亮写一本册。讲牵一只瓜牛去散步，有看过这本册，请举手一下无？无啊，有啊，感谢主啊！有我嘛是爱继续讲啦吼。好，讲上帝发一个任务，叫我牵一只瓜牛去散步。我袂通行伤紧，因为瓜牛已经伫个所在真力咧行，真力咧行。但是唔只管咱真力行，伊就是安尼刷一底啊，刷一底啊。我挡袂牢，我家吹，我家憋，我家骂。都无效。瓜牛用着抱歉的眼光看着我，伊咧甲我讲，仿佛他已经尽力了。我甲扭，想办我甲扭，我真的想扯他。有当时，佫会甲踢。瓜牛受了伤，流着汗，喘着气往前爬，然后受气了后。伊想讲，上帝真奇怪，
为什么叫我牵一只蝸牛去散步？上帝啊，到底为什么？无语问苍天。这片安静拢无上帝回应，然后伊嘛在想，大概上帝也去抓蝸牛了。许学烈讲：“好吧，那就松手，反正上帝不管了，我还管什么？”蝸牛继续往前走，我在后面生闷气。他突然间发现，我有闻到花香，原来旁边还有花园。我感到旁边的微风徐徐的吹来，原来夜里是这么的宁静温柔。我也听到鸟叫虫鸣的声音，我也看到满天的星斗，多么的漂亮。我以前怎么没有这样的体会？我忽然想起来，莫非是我错了？是蝸牛牵着我去散步。各位来讲，吞论是一个属灵内在使命，咱必须要去吞论上帝时间。那么爱吞论咱家己使命的改变，爱吞论圣神伫你生命内面的作为。忍耐时间无果效，爱忍耐兄弟姊妹迄款的伤害甲冲击，忍耐你所带领的同工。忍耐因的想法、因的做法，甲咱无同款。请咱唔通灰心，咱听候上帝的时间，因为你要相信，上帝对你生命中间的呼召，伊永远无后悔。唔管你冷心倒退，唔管你大发热心，上帝对你的呼召，永远无后悔。咱同齐来祈祷。亲爱宝贝，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做在这个急变的时代，阮感觉阮也无变，阮感觉阮也无对着脚步，阮感觉阮对袂着时代。主啊，因为安尼步调真紧的时，阮无法度通学习忍耐。主啊，求你搁一摆是温忍平安，忍耐是阮属灵生命一项非常要紧的功课。主帮助阮，互阮学习吞忍，互阮学习忍耐。阮伫你面前安尼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将伊的话刻掉伫我心。下面吼，咱有台南新人医纪念主日的请安报告。我讲到讲上久啦吼，所以吼，咱家己看到会使者吼感动啦。上帝感动咱吼，咱奉献偌济，咱就照上帝所感动的吼，不要勉强吼，但是出于上帝的感动，出于听主，OK，咱来看这个影片，等下。兄弟姊妹以及关心台南新人医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台南新人医对1869年创设到今年已经150几档，过去有真侪人的努力奉献，让这间学校会当继续成长。
做一个培养传教者甲社会福音工作者的一个场所。搁一摆，甲大家感谢过去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嘛毋望将来日子嘛继续得到咱的关心、支持、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咱来念圣诗474首，圣诗474首，夜幕来看天边圣山，夜幕来看天边圣山，行过拢总山岭，坚固徛在四围通看，万国拢归主名。请咱起立来念全首。这是请咱来奉献。
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大家，请咱来读今日金句2摆。恁要紧着吞忍，互恁已经行上帝旨意，后来通受所应允的。以别来书10章36节。恁要紧着吞忍，互恁已经行上帝旨意，后来通受所应允的。书10章36节。圣经的分摊，后礼拜圣经的分摊，请咱大家家己来看吼。咱来看后壁的报告。今日是台南市的奉献主日，咱感谢新店教会黄灿正牧师来献安，感谢伊。正道请兄弟继续为着台南新学院来关心代祷。咱柯牧师到伫万丰教会举行圣礼典。好，今日下晡有中集会，所以请大家中集注意。第3项是你传道结婚的感恩茶会，伫今日中昼12点半，花语礼拜了后要举行，请大家来伫中庭啦，伫总庭啦，请大家做伙来参与。第4白话日，要开班，请大家注意。第5相连妇女要出去佚佗，嘛时间家己注意3月20。今年的东山区受难日的联合圣餐礼拜3月29拜5下暗8点，伫新店教会举行，请大家注意。后礼拜有教会团契组有要开会，请大家注意。好，今日有新来的要报告。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我想来介绍是，退休的传道牧师张维道牧师跟牧师娘。他们是在美国的教会退休，然后来到台湾。OK。那第2位是要介绍的是康刘青红，他是那个陈丽萍的朋友。好，接下来我要请传道来介绍一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邀请大家做伙留来做伙来用一个简单的点心加一寡物件。今仔有迄个意大利面遐个物件是我的妈妈甲我的岳母做伙准备的，请因起立。较大颗的是阮妈妈看得出来吼，身材较小小。这是阮太太刚出炉的。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多谢，谢谢。然后爸母顾到即摆结婚了，嘛是爱过来甲伊煮一顿啦吼。老师讲的好，安尼咱来行平安礼，请咱大家来行平安礼。
咱来吟这首诗，咱拢吃做一家人，咱拢吃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吃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吃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最圣，因为耶稣日光明，因为耶稣咱有可活的人生，欢喜享受主我名，欢喜给咱的主听，因为耶稣丰富产业做事定。请咱游员徛咧来吟圣诗390首。吟诗煞，请牧师，请黄牧师为咱祝祷。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亲爱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在基督徒生活中间，这个非常要紧的功课，就是阮学习吞论。主啊，帮助阮，互阮对主你的时间学习吞论。主啊，对阮家己关系的改变，阮家己嘛爱吞论。主啊，关于圣神的时间，阮有缘爱吞论。主啊，对同工、对教会侍奉，阮有缘学习吞论。主帮助阮，也透过吞论，阮看见教会的进步；也透过吞论，阮看见教会愈来愈和谐，看见主你的旨意愈来愈显明。阮感谢你，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到每一个兄弟姊妹三角地带，也甲这改变关系人三角地带，对这点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散会。